跟住落嚟幾分鐘會帶大家睇下 RP230係乜嘢，究竟有咩咁巴閉，同埋睇下啲大神用 RP230做咗啲咩傑作出嚟。之後我仲會教你哋點樣部署開發環境，寫出你嘅第一個 Hello World。如果你覺得唔夠過癮嘅話，我仲準備咗一個黑客帝國版嘅串口流星雨。RP230係 Raspberry Pi 喺2024年推出嘅微控制器，簡稱 MCU。簡單嚟講，佢就係你 DIY 電子裝置嘅大腦。如果你想整機器人、鍵盤或者係智能家居，你係唔需要一部大電腦嘅，你只需要呢一粒 U。RP230亦都係發佈咗3年嘅 RP2040嘅升級版。呢次升呢，唔單止係性能上嘅 upgrade， 仲執翻正過去3年俾全世界創客插到爆嘅嗰啲問題。講到核心架構，今次真係打孖嚟喎，一邊係 ARM Cortex M33， 另外一邊係 RISC-V， 即係咩概念？就好似你有一台手自一體嘅車咁。ARM Cortex M33 就係自動波，入彎上斜自動轉波，舒服又好揸。呢個架構嘅生態完善，你想做咩功能，基本上都係揾到現成嘅副幫手。主打一個快速開發， RISC-V 就係手動波啦，隨你轉彎超車甚至漂移都得。前提係你要有過硬嘅技術，但佢勝在係開源免費，唯獨係生態仲未完善，要自己花多啲心機，慢慢咁砌。至於主頻方面，比起上一代去到 150M， 最令人眼前一亮嘅就係呢個內存啦，直接翻咗1倍，去到 520KB， 咁樣我就可以寫多啲垃圾代碼，係寫多啲更複雜嘅邏輯。PIO 方面亦都加多咗一個模塊 ，total 有3個 PIO 模塊。亦即係支持12個狀態機，呢個絕對係 RP 系列嘅殺手鐧。PIO 即係可編程 I/O， 點解呢？開頭我都有少少呆咗喺度嘅，其實就好似火影入邊鳴人嗰一招咁，多重影分身。CPU 就係鳴人本身啦，分身出嚟嘅12個分身就可以做一啲弱雞嘅任務，例如食飯、瞓覺、搓下螺旋丸咁，又唔會影響到本尊，仲可以幫本尊做緊嘢咁樣。今次升級另外一個大亮點就係安全性大大增加，加入咗 Trust Zone 之後喺 RP230 寫曲就唔再係冒險雞籠啦。以前隨隨便便就俾人將個固件破解出嚟，依家就好似請咗個保安咁，及實你嘅代碼。假如你做嘅係商業產品，就唔使再怕俾人抄版，抄到底褲都冇埋啦。另外聽講今次升級終於解決咗 ADC 喺上一代嘅尖峰問題，而 Raspberry Pi 嘅團隊亦都將呢一個問題記錄咗喺 RP2040 嘅文檔入面。我係好佩服佢哋嗰種實事求是嘅精神。其實創客精神本來就係咁樣，勇於試錯，允許出錯，有錯未認咯，大大方方解決咗佢，搞掂。不過鬼馬嘅係我特登查咗下 RP230 文檔相關嘅章節，點知呢一次係隻字不提，成個章節呢就係留低4個大字，有待補充，真係俾佢吹。RP 系列嘅芯片可以做咩呢？可以做無人機㗎，睇飛得幾穩，又可以做一個便攜嘅入門級示波器，睇下啲波形。呢個我就最中意啦，做一個模擬鍵盤快捷鍵，幫我剪片。其實要開發 RP230，主要有3條路行：Foundry IDE、Arduino IDE 同埋 VS Code 嘅。不過對新手嚟講，想入門快同埋想快速驗證想法嘅話呢， Foundry IDE 絕對係最容易嗰個。所以今次演示我就用 Foundry 做主角啦。首先我哋裝翻個大腦先，即係插翻個 MicroPython 嘅程序，打開樹莓派官網，點擊 Software， 向下拉，向下拉，再拉，好啦，見到 Raspberry Pi Pico 呢一欄未？冇錯，點擊下邊MicroPython 嘅下面嗰個掣，嚟到文檔頁，繼續向下揾，目標係 UF2 文件下載。重點嚟啦，依家我哋玩緊嘅係 Pico 2 RP230， 所以千祈咪揀錯，揀咗舊版嘅 Pico 1呢個固件啊，認住佢咯喎 ，Pico 2嚟下載。下載搞掂就開始拆機啦，攞出你個塊 RP230 開發版，揾到版上面個粒寫住 boot 嘅掣，用手指公撳住佢唔好放，呢個時候即刻插個 USB 連接電腦，聽到電腦叮一聲就可以鬆手啦。你會發現電腦多咗個 U 盤出嚟，打開佢，將頭先下載嘅 UF2 文件直接拖入去或者 copy 入去都得㗎。
copy 完咗之後呢，個 U 盤就會自動退出，代表呢個固件已經拆好啦。最後做埋呢個動作就係掹線啦。斷咗電之後呢，我哋重新再接翻係唔需要再撳粒掣噶啦，直接接翻條 USB 上去，重新上電 MicroPython 就正式生效啦。搞掂咗個硬件，跟住落嚟咧就搞 IDE 啦。上 Phony 嘅官網呢度咧有 Windows 嘅版本同埋 Mac 嘅版本，你係咩系統就自己揀翻啦。由於我用嘅係 Mac， 所以咧我就下載翻 Mac 嘅安裝文件。下載完之後咧就打開佢，見到下一步就撳下一步，見到同意就同意。你唔放心嘅你咪睇一睇咯。眨下眼之後咧就搞掂啦。如果眨下眼都未得嘅話咧，就眨多兩下啦。打開裝好嘅 Phony， 睇下右下角嗰個位置，點一下佢，揀配置解釋器。解釋器記住要揀翻 MicroPython， 亦即係 Raspberry Pi Pico。串口 port 咧就揀翻你個塊板對應嘅串口。最後點個 OK， 翻到主界面。試下下面個 shell 打個命令 help 先，如果見到一大抽嘢而又冇爆紅字嘅 error 呢，咁就恭喜你啦，通過咗啦。淨係打命令行邊夠過癮啊？我哋要寫程序噶嘛。左上角呢係電腦本地嘅目錄，你可以創建一個 Python 文件，寫兩句簡單嘅代碼，溫一下。冇報錯嘅話呢，就可以將文件上傳到開發板嗰度。留意翻右下角就係開發板嘅內部空間。如果你想塊開發板一通電自己跑程序嘅話，記得將個文件名改成係 main.py， 保存入去，只要一上電呢，佢就會自動執行 main 入邊嘅代碼啦。好啦，依家成個開發流程你都識晒啦，係咪簡單過食生菜呢？學會行路之後，跟住就要飛咯喎。跟住落嚟，請欣賞壓軸嘅表演《黑客帝國串口流星雨》。想知啲代碼係點寫嘅？我已經放晒上 GitHub 啦，各位大神有興趣可以去 download 落嚟玩下，順便俾個 star 我啦〜